2025年嘅香港尖東街頭大富豪夜總會啱重啟2個月，就又掛出咗停業告示。呢家曾經用鍍金馬桶、勞斯萊斯迎賓嘅遠東第一夜場，終究仲係第2次倒下。有人話香港最風光嘅嘢終於天亮啦，但喺呢80年嘅燈火喜樂背後，藏住嘅唔止係奢靡與慾望，仲有香港經濟嘅變遷、社會嘅浮沉，以及一代又一代嘅女性嘅命運。1935年，香港頒布禁娼令，妓院全面取締。嗰時，廣州酒家嘅老闆動咗腦筋，既然唔能夠賣身，咁就賣陪。佢把飯店改造成可以聊天跳舞嘅娛樂場所，仲創立咗出街中制度，客人只要付額外嘅費用，就能夠帶舞女出門。於是，香港第一代夜總會就咁樣誕生咗。嗰時嘅夜場仲帶住一股草莽氣息，混亂但充滿機會。真正把夜總會推向奢華頂點嘅係1946年嘅青幫大佬李財發。佢喺北角開咗麗池花園夜總會，佔地堪比度假村，裏邊有游泳池、網球場、高爾夫練習區，豪華程度登上咗美國生活雜誌，被稱為遠東最大娛樂場。李財發一時之間風光無限，被稱為香港夜總會皇帝。真係，但英國人眼紅咗，佢哋喺對面直接開咗一家天宮夜總會，挖走麗池嘅經理同埋舞女，仲請港督府高官嚟撐場。結果麗池生意急轉直下，李財發嘅帝國轟然崩塌。從嗰一刻起，香港夜總會嘅命運就注定同權力、資本同社會關係緊密相連。到咗80年代，香港經濟起飛，股市狂飆，夜總會迎嚟黃金時代。1984年，大富豪夜總會正式開業，創辦人羅卓砸下9000萬港幣裝修，全場面積5萬幾平方尺，中央舞池能用400人一齊狂歡。包廂裏裝住鍍金馬桶，門口嘅引路車係仿勞斯萊斯嘅豪車，每日晚上都有上千名女公關同上千名客人進出。光係最低消費，一間包廂就要2800港幣，有人一晚花10萬唔係夢。據講，連外國球星同新華社副社長都曾經嚟過呢度。嗰個年代嘅夜總會早已經唔只係娛樂場所，而係香港嘅社交中心，傾項目、拼人物、搞投資，全都喺包廂裏邊完成。廁所所長每月小費2萬港幣，普通公關月入2、3萬係常態。頭牌更係讓人遮舌，有個叫 Yuki 嘅公關啦，因為陪聊半年，客人直接送佢50萬。70年代嘅頭牌月入14萬，係白領嘅20倍，比 TVB 演員高出10倍。佢哋中有人精通英日雙語，有人係大學生兼職，靠社交技巧同情緒拿捏喺男性世界裏賺得盆滿缽滿。但呢個行業亦都有自己嘅潛規則，頭牌能夠挑客人，普通公關要搶台，客人送嘅鑽戒名表叫體面禮物，唔能夠主動索取。同行之間比嘅唔止係客人，更係車、包、衣服嘅體面，嗰種虛榮與講究，正係香港黃金時代嘅寫照。然而風光總有盡頭。1998年嘅金融風暴讓恒生指數暴跌，豪客們紛紛收手，大富豪嘅包廂從10開7變成10開3。2003年沙士疫情又讓人流斷崖式下滑，失業率飆到7.9%，連出入境口岸嘅通關都影響咗消費。嗰一年，全港夜總會銳減2/3，大富豪試住轉向內地豪客，佢哋出手闊綽，一晚俾幾千小費，但係終究救唔到龐大嘅成本。2012年，大富豪結業，最後一晚，熟客帶住屋企人嚟影相留念，企咗28年嘅印度保安睇住一地殘局，只係講咗句唏噓。後嚟呢塊鋪位被免稅店接手，月租150萬港幣，係做夜總會仲穩。
2025年，大富豪嘗試重啟，搵嚟蒼井空站台，主打商務宴會模式，但表演牌照遲遲批唔落嚟，股東又因營收問題要求審計，結果2個月就閂門。呢個時候啲人先至明白，夜總會嘅衰敗唔係因為冇人使錢，而係整個社會環境變咗。年輕人去酒吧、去 live house、商務應酬，轉到高級餐廳同埋會所，連尋樂子嘅方式都更隱蔽啦。嗰種霓虹閃爍、金錢環流嘅年代，早就一去不復返啦。好多人好奇，當年嗰啲月入20萬嘅小姐後來去邊啊？其實佢哋嘅出路比想象中更務實嘅。有嘅人靠人脈去做地產同埋保險，輕鬆開單。有嘅人攞積蓄開茶餐廳，從夜場女王變成老闆娘；有嘅人精通外語，入咗5星級酒店做客戶經理；亦都有人留喺啲灰色地帶，但更多人已經脫離嗰個世界，就好似金雞裏邊嘅阿金，最終仲係回歸平凡。當年大富豪結業嘅時候，一位女經理話：香港夜總會係夕陽行業。嗰位當年月入2萬小費嘅廁所所長，後來去商場當咗保安。佢哋嘅命運就好似夜總會本身係香港轉型嘅縮影。從1935年嘅廣州酒家到2025年嘅大富豪停業，香港夜總會嘅80年係一部關於慾望與時代嘅博弈史。嗰啲鍍金馬桶、勞斯萊斯迎賓嘅排場，嗰啲月入20萬嘅傳說，終究敵唔過經濟周期同社會變遷。你聽過邊啲香港夜總會嘅老故事呢？你覺得呢種紙醉金迷嘅年代仲有可能翻嚟咩？評論區話俾我知，點讚過2萬。下期我哋傾下麗池花園同埋青幫大佬嘅真實恩怨。